对对。即摆过来有 BA4、BA5 的咯，迄就较危险了。OK，嘛是爱细致啊。嘛是要设计啊，因为个变种啊。对。那确诊鬼料的，可能3个月以内是安全的啦。嗯哼。如果没有变种的话是安全的。是。哎，好，时间到了吼，咱就来开始啦吼。陆陆续续有东港的入来，无要紧，因为我嘛有放伫直播内底吼。嘿，我等下甲直播小可去编辑一下。好，来，咱先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搁阮一摆透过网络，也会通伫遮做伙来查考你的话语。感谢主，伫疫情的中间来保守阮。无论阮是有确诊过，还是有隔离，还是阮搁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拢有主你特别的恩典看顾，甲阮三甲伫地。感谢你的保守，也互阮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会当配合中央的防疫，来好好做阮的本分。会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阮搁较需要助你的恩典来甲阮三甲伫地。也为着咧面对即个疫情侪的属龙工商所受到影响，也来献上祈祷。我若特别为着前几工前礼拜日伫美国俄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发生这不幸的代志，来献上祈祷。特别恳求你甲即个死者陈医师因的家庭三甲伫地，将你的安慰赏赐互因。也为着遮受伤的人来祈祷，求主你的安慰甲医治，也临到伫因。也为着遮的深目睭看见的人来祈祷，特别因的心需要主你的平安，甲因三甲伫地。我俩恳求你，互阮即个世界真正有和平，无搁再有即个仇恨。阮也为着阮所追求的信仰，会当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实践，来献上祈祷。阮恳求你的圣神开启阮，互阮明白今仔日你所要甲阮传达的话。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阿免。好，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是即个伦理甲界线吼。其实伦理吼是一个足定的学问啦吼，但是伊伫每一个所在拢拄会着吼，拢拄会着每一个所在吼包括甲亲人中间的相处，包括甲同事这拢叫做应用伦理啦吼。我大概等下小可甲咱说明伦理的一个概念啦吼。咱要讲到今仔日的经文进前，我要甲咱做伙先来看即段的经文。这是明仔载的即个读经分享内底的经文啦吼。咧讲到撒该的代志吼。这也不离甲今仔日要讲的即个浪子的故事，有若真有一寡关系啦吼。耶稣去到耶利哥城，拄着即个撒该吼。即个撒该足想要看伊，但是伊身材佫矮，看袂着。逐个人足讨厌伊，佫无爱互看，所以就去爬去树仔顶吼。爬树顶看到耶稣，但是耶稣知影伊伫倒位，就行到伊的面头前来讲：撒该落来，我要去恁兜。好，问题就来啊。耶稣甲撒该讲：我要去恁兜，甲耶稣甲一阵罪人甲捡税毛税做伙食饭，共款的意思。所以嘛，一群人共款伫遐咧批评，甲咧批评。第7节讲的，即个人竟然去到罪人因兜做人客，甲路加福音15章咧讲，即个人竟然甲罪人做伙食饭，其实意思是共款的。连伊咱会去讲到这法利赛人的问题伫倒位啦吼。好伫即个所在，其实甲撒该会斗阵甲即个毛税甲罪人做伙食饭，迄意思共款。因为上落尾耶稣安尼讲，人子来是要来超找甲拯救迷失的人迄个结论是共款的吼。伫即个路加福音一直咧讲
咱搁倒转来伫我上头起先咧讲着概论的中间，讲路加福音写作的对象是啥物人？是外邦人。伊讲提阿非罗代人嘛，吼。提奥都不是主啊，咱咧重复翻译啦，吼。所以讲，伊是一个名叫做非罗的代人。路加的目的就是要甲伊介绍福音，所以伊真强调即种非犹太人，也是讲即个罪人得救的即个福音所以咱第15章浪子的故事，也是讲迄个迄3个譬喻，甲即个19章咱拢有看到，其实路加一直咧强调即方面的救恩啦，好，要倒转来咱的主题啦，这连伊我阁会讲到即个伦理的部分啦，好，浪子的故事，咱当然看到迄个细汉囝的忤逆，这个就是即个伦理问题啊，因为伊的老爸还阁真健康，伊家提出讲要分财产的要求，所以讲阿爸，我应该得的，应该得的就发生伦理问题啊啦，到底伊是应该得的，还是毋是应该得的？这咱会当来讨论啦，伊伫安尼情形内底，就是讲，咱着足清楚知影，就是讲足超过啦，伊根本就毋是伊的嘛，所以迄老爸的物件，咱前面有讲，如果迄个物件是伊的，我应该有的，伊着免讨啊，敢毋是安尼，所以伊已经超过迄个界线，啥物界线？毋是你的，无应该你做的，无应该你讲的，无应该你来要求的，但是你安尼要求，就是已经超过迄个界线。这是今仔日咱要来探讨，也是讲要来解决的即个问题啦，伊已经失去迄个伦理自觉的能力，伊完全浸伫伊的讲这是我的，我应该会得的，这嘛发生伫济咱咧讲的遗产问题顶悬，真侪人就感觉讲迄就是我的所以我着爱安尼讨好，所以咱知影，即细汉囝伊用自我做中心，伊完全无想着别人，敢若求着家己的利益，这嘛违反着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咧讲即个听即个要求啦，无求家己的利益即个部分。所以细汉囝伊的处境甲伊的做法，基本上就是讲，咱讲 too over 啦，已经超过安尼这整个的浪子故事中间，敢干那伊安尼尔，还是讲阁有人嘛超越即个咱咧讲的伦理的界线呢？所以咱今仔日要对即个故事中间，其实我会甲即3个去重新来整理，甲逐个做伙讲。但是咱对浪子的故事开始切入去，特别是伊即内底的问题较多面向，嘛较济咱讲角色会当来讨论啦，所以咱伫遮来讨论，就是讲即个伊的界线。到底是界线界限，中文拢共款界限啦，那倒一个较对？其实对我来讲字的意思是无共款，但是即两个我感觉是无有差别，伫伦理学顶悬认为无有差别啦，就是讲迄个界线嘛，代表你的限制啦，迄条界线就是你袂当踏过去迄条线，迄个伦理的界线。其实是看袂到，却是足清楚的一个界限伫迄个所在。好，那亲像咱伫高速公路咧开车咱若种对高雄要对台北要去落去到南部无论你去倒一个县市啦，你经过迄个县市界线，你根本就毋知影，对无？但事实上，你已经看过迄个界线。对咱来讲，可能无啥物差别拢是高速公路局咧管我拢是高速公路即个警察咧管我。但是伫地方的行政权来讲，迄就有差别啦，迄就有差别啦，无共款的县市，伊的管辖权，也是讲道路的保养等等，迄就拢无共款啦，迄拢无共款。
所以伦理上嘛是安尼啦，就是讲工作的职权顶悬了该做还是无应该做，迄个界线有当时也无界清楚。虽然有当时我著有聘书，还是我有工作的规范，我真清楚知，但是有当时著足无法度介清楚去界定的物件吼。迄个时阵著需要伦理自觉起来，家己去检讨，讲我即马做的，我所讲的，到底有超越迄个线无？上落尾，我会举几个例，互咱来思考啦吼。伫咱的周边所发生的代志安尼吼，所以咱真正家己爱时常去倒转来去思考，我的伦理的界线，我的限制伫倒位啦？吼，爱守条迄个伦理的界限，吼，迄个是我感觉是无简单的一项代志啦，吼。比如讲身体检查的时阵，医生时常会甲咱讲着咱的健康线，比如讲三高啦、血压啦、即个脂肪啦，吼，还是讲血糖啦，等等遮的吼。所以时常咱超过时，医生会讲吼，你伫迄个界线哦，还是讲你已经超过哦，若伫美国看的医生，伊就甲你讲吼，you are over the borderline 吼，就是讲你超过迄个界线，你着爱食药啊，吼。过来你着爱受着限制，迄个叫做 limitation 吼，你着受着限制啊，吼。即个部分就是讲，咱爱去思考，爱去想，用伫即个咱的伦理的角度来讲，吼，这是足重要的。伦理应该是讲一种道德的哲学啦，吼，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即个应该是讲，互伊真系统化，伊去讨论，也是讲一种对伫彼此的一个方便，提供一种是非的一个建议界线。伦理提供人类伫逐种范围顶悬一寡界线，互所有的人通啊遵守吼。但是即条线有当时毋是介清楚，迄需要就是拄则已经讲着迄种伦理的自觉。自觉，咱若要讲较白，叫做良心啦，吼。伫迄个中间，你着知影讲迄个界线伫倒位。举一个例啦，吼，最近因为各政党拢要提名嘛，吼。伫苗栗县着提名中间，着有一个人来去开记者会，因为有人质疑讲伊有杀人过，伊讲我只不过是凊彩回一个，伊的肠仔肚走起来，伊讲迄毋是杀人，吼。所以迄个伦理的界线认知着差足济啊，吼。这看起来咱着知影讲这个真的笑掉大门牙的讲法啦，吼。好。简单的讲，就是讲前一阵仔时间有人咧讨论讲，中国时常有听见人去用掠去，然后器官特别是腰子，着去用拔去，还是肝去用拔去。听讲咱台湾有人提供迄个叶克膜的技术去互中国做即个活摘器官的技术甲器材啦，吼。即样要讲的是讲，即个叶克膜的即个机器，伊的发明是无问题，因为伊头起先是要来帮助一寡，特别是迄个咱讲车祸重伤吼trauma 介严重临时需要医治伊的心脏的功能，但是伊的心脏已经暂时失去功能，伊就需要用即个物件来互伊医治伊的即个心肺的功能，然后赶紧甲伊解决伊肉体的部分，望伫即个真短的时间会当甲伊的自我的功能甲伊恢复，来帮助伊。所以伊原本的发明其实是咧来帮助人延续伊的生命。这个器具是无问题，但是医学的伦理的问题伫倒位？伫讲你用伊用伫倒位啦，你甲伊用伫倒位所以伊本身会当讲是讲叫做体外心脏，人工的体外心脏来做一个暂时的代替物件咱讲叶克膜，咱大家小可知影。所以如果干那要为着去活摘器官来做一个保持新鲜度的时阵，安尼这就毋是帮助人，是
毋是一个异地诶工作，颠倒是一个他人诶工具。所以共即个物件。即个物件发明无有伦理的争论啦吼，但是即个物件安怎使用，都有一个伦理的思考伫即个所在吼。即个大概用安尼，互咱小可了解讲伦理咧讨论的物件到底是啥物货啦吼。伦理范畴足济啦吼，但是基本上就分做三个吼。第一个就是讲伦理的本身，咧讲到理论伊的意义、道德的命题，讲你今仔要讨论什物款的伦理，迄个命题爱足清楚。咱讲正方甲反方，迄个论点爱足清楚，而且你爱去定义伊的即个价值吼，然后才会当去继续讨论。这是一个真基本伦理真基本的物件。过来讲到伦理的规范啦，就是讲。过来，你伫讨论了后，伊要安怎去讨论伊的实践的意义，甲过来要安怎做的一个方向，吼，这个是伊迄个咱讲原伦理，过来进一步。甲第三个部分是啥物货？第三个部分就是应用伦理啦，吼。应用伦理就是上需要的部分，嘛上济的争议，因为一个伦理。面向是有几啊？上界无两个以上的面向，你会当做足侪角度的讨论、甲思考，甚至辩论。有当时是无结果的吼，因为每一个人徛的角度拢无共款。但是讲到尾啊，就是讲伫迄个规范的中间，到尾啊嘛是爱倒转来自觉啦，吼，爱自觉，迄上简单啦，吼。好，小可甲咱讲着伦理的迄落吼，其实伦理要讲足歹讲啊，无就是讲。大概互咱真有迄个概念知影，咱今仔日所要讨论的是叫做应用伦理，只要讲到应用，就是讲伫生活的层面，伫咱的思考顶悬，伫信用顶悬，伫家庭顶悬，伫教会生活，伫咱的工作主管，甲即个职员中间，有足侪层面，包括你伫坐车，拢有迄个伦理通好讨论啦，吼。嘿，比如讲，咱来讲，咱的126、128要讨转来，这嘛伦理层面的问题，吼，迄拢有遐个问题存在啦，吼。好，路加福音15章，即三个譬如对伫羊仔卖食，趁紧钱，甲即个咱咧讲浪子的故事，拢是因为。耶稣咱拄则讲迄个路加福音19章，甲撒该要去因兜吼，耶稣甲侪人做伙食饭，法利赛人甲文士因着来批评耶稣，你哪会当甲遐个人食饭？所以对法利赛人甲文士的角度，就是讲耶稣犯着一个伦理问题，伊甲歹人做伙，这是因的角度吼。但是耶稣的角度，也是讲对圣经的角度来看。法利赛人甲文士有伦理问题，因为因哪会当管耶稣？因干涉着耶稣的作为，这就是咱咧讲的迄个伦理的角度无共款的所在，咱知影画家所画就知影吼，伊伫遐这个人哪会当甲因食饭啦吼？咱先无论讲耶稣是基督，伊是上帝的囝，伊是上帝本身。照着一般当初时的社会制度，逐个老师拢会当带伊的学生，逐个老师拢有家己的一个规矩、典范甲做法。基本上，家你若无介意，你莫对伊尔定。但是法利赛人却是直接攻击、批评耶稣，这个基本上就已经超越着迄个界线。咱讲绕过界啦，你共干涉着人即门的师门的要做啥物货，伊就干涉着人啊，所以耶稣伫即个中间讲即三个譬如中间，浪子的故事比较较容易探讨伦理问题，也是讲咱进前讨论足侪迄个议题角度因为伊的角色较侪，伊的故事嘛较侪适用的譬如。嘛比较较少有伦理的问题，但是我会阁拆几个角度来甲大家三甲讲吼。
啊，碰见钱的问题嘛是共款吼。所以，咱看见路加福音15章，其实是耶稣咧回应法利赛派甲文士因的质疑。所以，伊讲即三个譬如，譬如讲，即个雇养的人啦，失去钱的富人人啦，即个老爸拢是咧强调上帝亲像雇养的人，上帝亲像失去钱的富人人，上帝亲像天顶的老爸，是一个慈爱佮有怜悯的，是一个赦罪的上帝，伫即个中间的中心点。迄个小赏赐的恩典福分，毋是要互咱家己，也是讲已经得到的人尔定，是要搁较需要，互遐需要的人。19章落尾嘛讲，要来拯救失丧的人，无论即个人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是即个冒税，还是罪人，遮个人只要有需要的，迄著是救恩要互因的。所以，亲像马太福音18章的经文咧讲的吼，即个扣税吼，拢倚近耶稣要听伊的道理，即个耶稣是咧，耶稣着甲因三个做伙，遮个人着甲伊批评啦吼。才会用选民家己感觉真骄傲的人，无法度想象讲救恩赏赐互别个人，因为因的想法是讲，因哪会使，就亲像迄个大汉囝的心态。伊讲，毋过你即个囝为着充饥，甲你的财产开了了，伊一个转来，你就着为着伊杀迄只肥牛啊。简单来讲，即个大汉囝就亲像法利赛人咧做一个判官，讲阮小弟无适合，阮小弟伊不配。遐个冒税甲遐个罪人袂当得到救恩共款伊咧做判官，做判官到落尾，伊的问题伫倒位？伊的伦理问题就亲像亚当夏娃伫当初时，上帝甲伊讲，正园仔内底物件你拢通食，干若迄丛判断是非的树你毋通食。但是安怎，伊搬过线，伊去食，为着要得到甲上帝共款有审判人的权柄。这就是伦理的问题啦，这是伦理的界线。因伫遐做判官，犹太人、遮的法利赛人，甲即个大汉囝共款的意思。所以，当咱咧读即三个譬喻的时阵，焦点一定要放伫迄个慈悲、怜悯、佮赦罪上帝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咱违反即个原则，就是伫伦理的界线顶悬行毋着路去啊，这个部分啦，所以咱大概咱前礼拜有甲这个表用出来，咱大概小可知影一下，有100只羊仔，有10箍银，有2个囝，失去一只，甲碰见一个钱仔，甲5亿个囝，99只是一个稳固的，9箍银是无碰见的，大汉囝是住伫厝里的。找到迄只迷失的羊，找到失去的钱，过来细汉囝伊悔改认罪，活倒转来，然后上落尾拢共款，设立宴舍，设立宴舍，设立宴舍。这前礼拜咱讲着宴舍的代志好，咱开始来看失去羊仔的譬如，当然第一个超过迄个伦理界线是啥物诶？就是迄只迷路的羊羔啦。因为伊无甲迄99只共款缀雇羊人的骹步，伊无伫迄个羊群内底好好群缀。迷失的羊会通亲像啥物诶？像一个迄个画家咧画迄只羊伫迄个山坎仔下骹呢伊掠做家己真敖，这就是迄个浪子嘛，敢毋是？伊掠做伊家己有才调去管理财产。所以伊要求，伊就离开，伊就离开。毋知影讲外口有危险，外口会有困难。伊超越着迄个伦理的界线，伊超越着伊家己无法度去面对的能力的问题，所以伊家己掠做伊家己会使，伊家己会使。但是真可惜，即个伊就已经走出去啊。
医疗做伊家己会当负责任，但是伊互伊家己陷入你伫迄个危险内底，吼，伊自以为是，吼，认为家己有能力，但是伊无法度，吼。收掉迄个界线，这是正面的吼，伫伦理顶悬吼。当迄个雇养的人发现一只羊仔无去的时阵，圣经甲咱讲有99只羊仔伊甲放落来，然后伊去找迄只羊仔。但是严格来讲，如果咱了解犹太人咧雇羊仔的背景甲因的习惯，其实迄个雇羊的人毋是家己一个尔听。咱若咧讲到圣诞节的故事，伫路加福音。伫旷野雇羊的人，迄个雇羊人绝对毋是一个。伫个旷野咧行的人，伊袂落单一个啦，吼，应该是安尼讲。所以有可能有其他会帮忙的人，甲因伫遐固守，无过互遮会有迷信，吼，真有可能。但是圣经无甲咱讲，咱只有会当对迄个背景，也是讲考古的角度去看即个部分。这99只。是互即个雇养的人真放心，所以伊会当去找迄只失迷的羊仔，因收掉因应该爱有的责任，就是讲基督徒应该爱诚做迄个教会发展真稳固的力量。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嘛应该爱诚做福音的基础。但是99只羊仔做到，法利赛人做无到，这是伦理的问题，吼。咱伫咱伫即个所在所咧看咧，吼。过来是讲，咱每一届咧讨论即个买失的羊的时阵，咱足个时阵忽略啦，吼。雇羊的人毋是一个尔，吼。特别遮尔大群100只羊，有一个人有100只羊，表示足好个啊！伫迄个时阵，所以基本上伊应该有小牧童甲伊帮忙，吼。这是咱咧讲迄个背景的问题。所以迄个稳固的力量，咱是毋是诚做迄个稳固的力量？迄就是咱的伦理的界线。如果咱会当守会条，来帮助咱的主去操作迄个咱咧讲的失迷的羊，也是罪人，也是需要医生的遮的病人，那安尼咱就是迄个守条着伦理界线，佮诚做福音同工的真重要的人士。若无，咱家己会变做真乱，吼。即个迄个界线就足清楚的啊，吼。各样的人呢，各样的人的伦理是啥物货？OK，各样的人就是照顾一群交伫伊手中的羊群的人，当然这是正确的。伊要去照顾，伊要去操作，伊要去拯救迄个迷路，也是讲陷入伫危险的羊。咱亲像大笔。伫撒母耳上悬，伊咧面对歌利亚的时阵，伊甲扫罗所讲的：上帝互我伫咧雇羊的时阵吼，面对遮个熊、遮个野兽的时阵，伊学会晓安怎来攻击遮个野兽，因为伊的责任就是要来甲羊仔顾好，将迄个陷入伫危险的羊仔伫迄个野兽的喙里救倒转来。吼，这就是迄个责任。伊的伦理的界限伫遮，也是讲伊的伦理的。要求到即个程度，所以雇养的人去操作失迷羊，到底对也毋对？当然是对的嘛，当然是应该爱做的代志，应该爱做的代志。所以耶稣基督伫福音约翰福音第10章伊嘛讲到雇养人甲羊群的关系，所以伫即个。中间我用第7节到18节来讲，所以耶稣佮甲因讲，我实甲恁讲，我是羊的门，所有比我较大声来的，拢是贼，是强盗，羊袂听因。我是门，通过我即个门来，会安全通出入入，会当找着草埔，贼来一定要来偷掠、要杀、要毁坏。我来是要互因得着活命，得甲真丰富。我是好牧者。好的牧者为羊放杀性命，互人请的毋是牧者，羊毋是家己的。伊一个看到豺狼就甲羊放地逃走，
栽农就甲羊加去，吼，这个就是伦理问题啊啦，吼。你一个受托伫遐，你要安怎做？但是这受请伊就逃走啊，吼。因逃走是因为伊互人请，无真正关心啦，吼。所以好牧者是咧为着羊来做这代志。这耶稣讲真清楚，当然伊是咧指伊嘛，吼。伊讲我是好牧者，我捌我家己的羊，我羊嘛捌我，亲像爸嘛捌我，我嘛捌爸。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也有其他的羊无属伫即个羊条，这就是咧讲着15章结束，甲第19章结束咧讲的迄个部分咧讲，遐会需要拯救的人，吼，要甲放咧共一个羊条内底，吼，过来白疼我，因为我放杀家己的性命，通搁得着性命，无人抢我的性命，是我自愿放杀，我有权放杀，嘛有权摕倒转来，这是我的爸，我对爸所接受的命令，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就看见伊迄个无共款的伦理的要求伫迄个所在。伫实情的譬如的中间，咱看到一个真实的主人，伊放了9箍银去找迄个1箍，当然是较无正义啦，因为9箍袂阁走去嘛，吼，伊也囥互好势，伊就去找伊，找着了后，伊就真正真心啦，吼，真心安尼。各样的譬如适样的譬如倒转来共款，甲即个共款，伊有分享的伦理，伊甲人做伙三甲欢喜，吼，三甲欢喜是伊的权利，嘛是伊的即个责任。有一个故事咧讲吼，讲一个修道院内底有一个神父呢，伊无论着即个爱服侍，主即个服侍，所以伊就甲伊的朋友吼走去拍高尔夫啦。修道院的同工吼，就足袂爽快，就甲上帝抱怨啦吼。但是上帝甲因讲吼，你毋免烦恼，我已经甲伊处罚啦。安怎处罚？因为迄一工吼，上帝互伊一杆进洞啦吼。但是因为伊是礼拜日走出去拍的吼，所以伊毋敢甲伊的同工分享吼，就郁卒伫心内安尼吼。所以分享是一种祝福，吼，袂当分享真正是足郁卒的代志，吼。即个咱对即个角度来看啦，吼。分享的伦理，咱看到迄个失去的羊找着了后，伊会欢喜，放紧小钱，即个负责人找着了后，请人客。有人讲吼，哎哟，规期莫找好啊！迄请人的吼，比迄个放紧找着迄个搁较值钱。但是因袂记一项代志，啥物人是主人？主人的欢喜会通甲人三甲分享，这是主人的权利，亲像耶稣拄则讲的，我有权来放杀，嘛有权摕倒转来，共款的意思。咱若去管着别人的主权的时阵，咱就是超越迄个伦理的界线，敢毋是安尼？但是当主人真欢喜要甲咱三甲分享的时阵，咱受邀请的人就是讲，咱会当甲伊三甲欢喜分享。但是咱知影大汉囝就是无嘛，吼。好，转来咱今仔的焦点就是农主的譬如内底，咱先对细汉囝来看，对伊的5业来讲，当然伊要求财产就是超过伦理的界线，因为迄毋是伊的。所以咱咧讲非分之想，伊是100%是超越着迄个伦理的界线，毋是伊的，伊却要求啦，吼，伊却要求。再来，伊乌白开钱，像咱拄则讲迄个羊仔共款，伊掠做伊家己有能力通去管理遮个钱，所以伊出去了后，但是伊无法度四界乌白行，四界乌白开，就将遮个钱开了，亲像伊的阿兄是伫老尾咧，甲伊的老爸控告讲：你即个囝为着长期甲你的财产开了，伊无固守，吼，失去伊的责任。99只羊仔，也是咱讲99只羊仔的小帮手、小牧童，因就是有持守因的责任，顾牢咧。但是即个细汉囝出去了后，顾袂牢，所以甲伊手中的拢甲伊开了，吼，这是大的问题。过来，
开始讲着伊个正面的问题啊吼。伫咧食的物件，咱注意看伊真可怜哦，拄无开甲无钱了后，啊，佫拄着饥荒，所以伊着去找一个工作，伊着去饲猪。照圣经的记载安尼讲啊吼，伊枵甲想要摕猪的食的豆莢、脂基，伊有摕无？圣经无讲，但是咱会当摇出来，伊无摕，因为安怎？圣经讲，迄个人连这嘛无互伊，所以伊枵甲要害。啊，伊才会想着啥？想着讲，哦，我的老爸有偌济辛劳，因有通好食，佮食了有剩，吼，就是讲，伊有把握着迄个猪咧食的物件无属伫伊的。这甲倒转来，咱拄则讲的。头起先，伊甲伊老爸讲啥？我会互我，完全无共款的态度啊！吼，伫即个所在，伊枵甲想要食，伊讲枵甲想要食猪伫食的豆莢，但是迄个人无互伊。然后安怎？伊讲吼，我想着讲吼，我的老爸有遮尔济的辛劳吼，我倒转来甲讲，所以当伊决志倒转去甲伊老爸讲，我不配阁做你的囝，即个不配，无资格做你的囝，就已经守牢着迄个伦理的界限。你看头前上头起先讲的讲我的，毋是伊的，就讲我的安尼。但是伫即个时阵，伊讲安怎？我无资格，已经摕落来啊！伊无搁再是超越迄个伦理界线的人，吼。所以伊讲，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请你互我做你的请工。伊将即个主权交转去互伊的老爸，守迄个爸囝关系中间的伦理界线，吼。甚至到落尾，伊感觉讲，我甲我的老爸吼做主人甲请工，安尼就好啊。这甲头起先咧讲的5亿的超越迄个伦理界线的浪子，已经足无共款的啊，吼。但是咱对老爸角度来看，当然100%伊是一个遵守伦理界线的人，因为故事中间伊代表上帝嘛，吼。好，当细汉囝甲伊5亿的时阵，伊分财产，伊毋但答应分互伊尔，搁分互2个囝。嘛，毋但安尼尔，当细汉囝出去了后，伊逐工咧期待伊的囝倒转来，有可能为着伊祈祷，有可能为着伊烦恼，伊尽伊做老爸的本分，迄个伦理的要求，伊安尼咧做。然后当伊的囝倒转来时阵，咱照圣经路加福音15章的记载去看，伊走进前。即个走进前表达伊是伫迄个所在咧听候，咧烦恼，咧期待。所以当伊看到伊的囝倒转来是真欢喜，就走进前来甲伊揽咧，接纳伊。不但安尼，伊阁恢复伊的囝做囝的身份，就好若亲像保罗甲咱讲的，讲咱当接受着救恩，就无阁再做奴隶，是做囝的身份。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上帝伫即个所在所表达即个老爸迄个身份，伊嘛是安尼做伫伊囝的身上，但是伊无偏心，亲像头前安尼将财产分互2个囝，伊嘛相款邀请伊的囝来进入伫即个宴席，进入即个宴席内底，咱看伊接纳伊的即个细汉囝，互伊挂手指，搁穿衫，搁穿鞋。伊嘛邀请伊的大汉囝入来，但是咱嘛知影伊的大汉囝拒绝，好，大汉囝，伊做上好，但可能是头前即个部分尔尔。当细汉囝咧乱的时阵，伊无出声。但是咱对后壁看倒转来时阵，咱咧怀疑讲，伊到底是为着要守伦理界线，还是伊毋敢提出要求？咱毋知影吼，圣经无甲咱讲。但是伫落尾来看的时阵，咱看诶着足无彩。当伊听见伊诶厝呢有欢喜诶声诶时阵，伊叫一个仆人来问，伊就受气。圣经甲咱讲，大囝非常受气，伊无爱入去。
伊受气。为什么受气？为什么受气是超越伦理的界线？请咱会记哩，即个宴舍是啥物人办呢？是伊的老爸办的。老爸宴舍，囝拒绝，囝受气，迄就是超越迄伦理的界线啦吼。所以，当伊的老爸出来甲伊邀请的时阵，伊伫遐控告老爸，你看，毋过伊应老爸讲，你想看觅啊？咱之前有甲咱分享过，就是讲原文即个字叫做安那？你看，迄个看是咧看上帝的看。伊甲伊的老爸讲，你看我做了偌好，迄种的看是安尼，爱甲我尊重的意思。迄就是已经超越迄个界线。伊讲我做奴才服侍你偌济年，毋捌违背你的命令，你连一只山羊仔拢毋捌互我甲我的朋友做伙欢喜。好，即摆问题来啊！咱讲着马太福音20章，咧讲着迄个葡萄园的工作，伊什么人有主权来决定讲要互人偌济工资？当然是主人嘛。即个所在，大汉囝甲伊老爸讲：你毋捌。你连一只山羊仔也毋捌互我，甲伊的小弟甲伊老爸讲，我会互我，有啥物差别？共款，拢是超越伦理界线。伊嘛控告伊的小弟，伊讲细汉囝，毋过你即个囝为着长期将你的财产开了，伊一日转来，你为着伊杀迄只肥的牛仔，这甲15章开始，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士咧讲着。即个人哪会当甲伊食饭？伫路加福音19章咧讲着，即个人哪会当甲扣税杀解罪人做伙？意思共款，拢超越迄个界线。过来，大囝上大的问题是伫伊忽略恩典。伊的老爸进前分财产互伊，伊拢无讲，所以伊忽略恩典，无有感谢的心。这个嘛是一个伦理的问题。伊老爸甲讲：囝，你不是甲我做伙，我所有的拢是你的。伊无存感谢的心，搁伫遐嫌无够热，已经超越着迄个伦理的界线。老爸甲邀请，你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结果伊安那无，足可惜。过来，伊感谢伊的老爸的做法。亲像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干涉耶稣所咧做诶代志共款，伫遐都爱互老爸甲苦劝。好，咱甲故事诶焦点放伫即个治疗诶主人。治疗伊有啥物？治疗主人有啥物伦理诶问题无？其实当然，对第一个角度来讲。亲像约翰福音10章，耶稣摕着好牧者共款，爱顾伊的羊仔嘛。即个外邦的主人当然爱顾伊的猪仔嘛，所以顾伊的猪仔当然是无问题。所以请即个农主去遐顾，去遐顾，这是无问题无通啊怀疑的。像即个顾羊的人咧顾即个羊仔共款但是呢，伊的伦理问题是啥物诶？伊无好款待农主啦，农主伊会讲我讲啥？阮的老爸有遐尼济请工，拢有物件通好食，佮食甲有剩。毋过我伫遮得要枵死。即句话点出着即个治疗主人的问题。伊要顾伊的猪，顾会好势，是毋是爱家己的请工顾好势，伊才有法度顾伊？但是伊无。伊去虐待伊的请工，无爱互伊食，含猪咧食诶物件，伊嘛无爱互伊食，所以枵到要死。这是咱咧讲诶伦理诶问题，伦理诶问题。伫做一个主管诶，你要安怎照顾你诶员工，这是伦理诶问题，伦理诶问题，这足清楚诶。好，倒转来伫即个做老爸厝年诶仆人。这个仆人基本上是一个真听话的仆人，这个老爸接纳倒转来细汉囝时，吩咐伊摕出衫、手指甲鞋啊。圣经无甲咱讲这个仆人有甚物款的反应，也是讲
国家讲啥物话拢无，就照安尼做，接受着迄个工作的伦理，只有执行，只有执行。咱讲顺服谦卑，所以伫工作伦理顶悬有真好的典范，做应该做的，无做迄种无应该做，也是讲无应该讲的话，这是遮个咱咧讲的因遮个请工辛劳所表现的。另外呢，大汉囝倒转来时阵，嘛是有发生一寡问题啦，所以咱看见圣经来讲，即个代志了后，伊就拢庆祝，所以伊拢照做，拢有照做咱搁进入伫迄个大汉囝转来了后，伊找着一个新郎来问，这新郎甲伊回答的话，咱注意甲记下看，伊讲迄个仆人甲伊讲，恁小弟转来，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转来，就杀迄只肥的牛来欢喜。伊无有加讲话，嘛无有减讲话，真老实就爱甲伊传达，就爱甲传达，无甲迄个情绪讲出来。这咱若有了解英国迄种管家训练的时阵迄个要求，咱就知影讲英国的管家的伦理要求标准是足悬的哦。主人发生啥物代志，主人因兜有啥物歹听的代志，伊拢袂当讲。啥物人甲问，伊也拢袂讲。这连伊咱伫落尾会去讨论着这个问题拢袂讲所以这个仆人爱做应该爱做的，照主人交代伊的，拢照做照讲，伊拢无加。好 ，OK， 这个仆人的回应大汉囝所讲的话，就亲像圣经有甲咱讲，《申命记》第4章第2节。我吩咐恁的话就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着爱遵守，毋通加添，也毋通减少。咧讲圣经咧讲的迄个伦理，守律法的伦理，过来另外，伫即个经文嘛，甲咱讲启示录22章第18节到19节，伊讲我甲逐个听即个本册有言的话人警告，若有人甲伊加添，上帝会将即个本册所记载会加添互伊。若有人删除即本册的有言的话，上帝嘛会伫本册所记载画面树甲圣城福分删除伊的份额。所以上帝的话，好若亲像即个仆人传达伊老爸的话，无加添，也无减少。好，上落尾有几个物件，咱做来思考。武汉肺炎的伦理啦，最近发生的代志我拢无爱讲名啦讲名我就违反伦理啊。有人伫病院门口看到一位伊所熟悉的人咧排 PCR 检查，转去了后，伊就伫面册写一篇大倒批。伊讲，请为着某某人祈祷，伊真有可能确诊因为我伫病院看到伊咧排 PCR 检查，恳求主人民医治。安尼写法，咱感觉安怎？伊是出于关心，可能，但是伊却忽略着迄个伦理的界线，伊超越迄个伦理的界线，真有可能为着伊所熟悉即个人带来一寡麻烦，嘛违反着人的隐私，隐私好来，咱咧讲苏俄侵入乌克兰这项代志，普丁甲伊的国内人讲，伊要消灭新的纳粹，事实上这是假的理由嘛，所以咱知影讲，伊就超越迄个伦理的界线，伊做伊无应该做的代志，而且听讲有真济无要听伊的话的军人将军，拢去互伊来甲伊侮辱、甲伊糟蔑，这有足大伦理的问题。前几工伫俄湾台湾人被杀的事件，这个去用定位做仇恨的谋杀，而且佫是有计划想要来甲教会内底的人杀死了。这个当然是超越伦理足严重的问题伫这个所在。
伊会当有家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伊无有权利去摕人的性命，这是足严重的问题，伫教会伦理内底，伫教会体制内底，咱有小会，咱有中正会，咱有同工，咱有会友之间的服侍。伫行政法内底，咱有足侪真清楚的规范，比如讲，咱要安怎去尊重，要安怎去照即个体制来行，有真清楚的伦理界线。比如讲，伫咱的即个教会来讲，讲道甲礼拜安排，迄个责任是伫小会。咱有侪迄个规定，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嘛有侪个代志爱去遵守。即个拢是一寡伦理的思考，拢是一寡伦理的思考。这嘛是爱帮助咱对透过即个浪子的故事，互咱来思考。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信仰，伫咱的教会生活，咱要安怎来做，会通守牢即个真清楚的界线，我想这是足重要的问题啦，因为咱若阵会当接受着迄个界线的时阵，咱的斗阵服侍就拢真好势。若阵咱无法度接受着迄个界线的时阵，那安尼就有足侪无必要的麻烦会产生，好，今仔日就分享到这，毋知有啥物问题要问，还是要分享的无？有无？牧师，会友有啥物应该遵守的伦理界线？会友有啊，比如讲，来，咱讲种，咱像用这武汉肺炎来讲，咱真关心一个人，咱知影伊确诊，咱要安怎？咱着爱甲小会讲，然后小会去处理讲，伊的身躯边可能有啥物人，啥物人应该要做自主管理，咱去处理就好。但是，若做会友来讲，面对像即类的代志来讲，咱莫单去敲电话共讲咱着爱替啥物人祈祷哦，啥物人确诊哦。那安尼时阵，着超越迄个界线，这是一个问题啦，比如讲，咱若今仔日咧做服侍来讲，就会友的服侍，我今仔日做一个招待，我的界线有我应该做，甲我无应该做。比如讲，我做招待，有一个人入来，我着甲伊留资料，我甲伊留资料，甲教会资料互伊。不过，如果迄个人甲伊讲歹势，我无想要留资料，咱就尊重伊，因为你若一直甲讨的时阵，伊会引起安怎？伊会反感。我的隐私甲我的迄个我的意愿的问题嘛，咱会当真热情去甲交谈，但是莫互伊感觉真无爽快，其实有足侪的层面拢是安尼，比如讲亲像会主这拢伫教会咧扫涂骹嘛，咧扫涂骹。咱就看见讲，咱的教会埕真水真清气，我想这个咱着伫伦理顶悬，咱爱表达咱的感谢，伫安尼爱讲这也无啥，有当时咱伫咧讲话真无细致的时阵会造成伤害，真无细致的时阵会比如讲，互人感觉真无爽快，迄个感觉啦，嘿。其实有足侪的界线，比如讲，若准讲，亲像会友也好还是讲，团契同工中级，咱必须爱照着迄个长老会体制分权治理教会迄个界线来真清楚。比如讲，我做一个会友讲，我真想要听倒一个牧师，但是伊是外教派。你若无请恁这小会就无好，这嘛毋对，因为咱的中会规定足清楚的，非长老教会爱经过中委会允准才会使。过来礼拜的权责是伫小会，你会当提名，但是爱小会做决定，毋是咱每一个人提，小会就拢爱接受，咱嘛有安排的即个咱的次序。有足侪伦理的问题，其实会当讨论的啦，嘿。多谢连长长的问题，毋知安尼有甲你回答着无？好了，多谢，谢谢。
搁有无？咱后礼拜我会较集中讲到迄个林布兰画迄幅浪子回头的图啦吼。啊，我会引用迄个一个卢云神父吼，啊，伊的册内底一寡资料，我会甲大家参加分享啦吼。伫卢云神父内底咧讲到，就是我今仔日甲阮后生嘛咧讨论浪子的这故事内底。阮后生嘛咧讲，其实伫浪子故事内底，无共款的角色，咱拢有可能扮演，也是讲咱有可能拄着迄个情形吼。这后礼拜咱会伫遐来做一个结论，来做讨论吼，再分享安尼。搁过我会用用哪书来甲大家分享吼。咱搁会当想看觅讲，搁接续恁想要听啥货，你会当私底下来甲我讲吼。咱则来看要安怎做伙来分享安尼吼。好，搁有无？若无，咱请主任长老传咱祈祷结束好无？好，咱大家来感谢，阮伫天你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今日替阮一个拜五的暗时，会当主持伫线顶来听牧师所讲解一切的真理，主阮感谢你，你互当阮会当学习，阮要食做一个伦理界线，会结真正好的信徒，用好的态度来面对阮身边四周围的人，会当守好即个界线，会当做一个真好的陪伴者，甚至会当来好款待阮身边的每一个人。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机会安尼来学习，阮用温柔的心来面对一切的人。主，伫面对一个时阵真正艰难困苦的这病毒的时阵，主恳求你，互阮有一个谦卑的心、吞忍的心，会当来紧紧来赢过这一切的病毒，也会当互阮安然徛在。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的倚靠，你是阮永远的帮助者。主，阮感谢你，求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伊嘛会当有一个真好的困眠，得到真好的休困。主，阮安尼满心感谢懊恼，都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谢谢。们多谢牧师。喂，大家平安，晚安。我谢谢老师。